等等，今個月份1月份最後一個工作日啦，最後一個交易日，記錄下今日辛苦咗一日，唔係，應該係努力咗一日。呢啲唔係淨係今日嘅，係全部今個月。雖然今個月應該係大半個月啫，12號開始，但係我都係覺得自己好勁。睇下全部都係綠色咁滯，非常少見有紅色。我諗我有9成8，9成8都係贏錢嘅。全部都係綠色嘅，太強。揾下啲紅色先，幾乎揾唔到紅色，有啦。呢啲冇辦法，市價盤一撳落去，佢都跳咗啦。本來係贏錢嘅，一撳落去都變咗紅色，就係咁啦。所以先至會有紅色，大部分都係綠色，綠色，綠色。呢啲啊真係都係啦，市價盤一撳即變紅，冇計。哇！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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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估呢度都超過200-300個 trade 咯。跟住呢啲係 set 價盤嚟。好，端端今個月我入咗$20,000入去，而家有31,000，落咗袋嘅有$11,000啦，即係賺咗$11,000啦。有2,900幾蚊浮虧，浮虧係冇所謂嘅，因為冇人次次都中嘅，唔中冇緊要，唔係升又跌，只要佢翻我個方向，最尾都係贏錢嘅，所以浮虧係冇問題嘅，最緊要係落袋嗰下啫，落咗袋萬幾蚊美金啦，所以係 happy 嘅。而家30號最後一日工作日，應該得翻夜期。夜期唔會大變化㗎啦，跌多幾百點啦，希望佢。